教育係改變生命嘅一把重要鑰匙。懲教署劃時代革新咗管理在囚人士嘅模式，喺2023年10月創立立德學院，讓有志進修嘅成年在囚人士以全職學習代替工作。學院以立學修德為宗旨，除咗為成年在囚人士提供學術課程同職業訓練之外，更加通過多元化嘅活動，幫助佢哋培養良好嘅品德。發展至今，立德學院已經擴展至3間懲教院所，包括白沙灣懲教所、羅湖懲教所同埋冰屋監獄，已經有超過100名嘅學員成功完成課程，並獲發應用教育文憑，為將來重投社會做好準備。前線軍裝人員更擔任班主任一職，肩負起懲同教嘅雙重使命，協助佢哋取得認可學歷，並建立優良品德，增加重返社會之後向上流動嘅機會，成就佢哋嘅第2次人生。一般嘅懲教人員除咗擔任守護者嘅角色，維持在囚人士嘅紀律之外，同時亦係更生領航員，協助佢哋重返正途。而我哋喺立德學院擔任班主任嘅懲教人員，仲係佢哋嘅人生規劃師，協助學員喺學業上訂立目標，做好人生規劃。因為我哋深信教育係改變生命嘅一把重要鎖匙。